喺自動駕駛嘅層面上面咧，其實只會見到更多嘅公司啦，係不斷去研發啦一啲嘅技術啦。即係你見到好多股票個股價都提前嚟飛升咧，就係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好高嘅一個成長嘅賽道嚟。下一個台階就係喺嗰個智能化駕駛嗰方面，甚至乎就係話邁向無人駕駛嘅一個發展。隨住人工智能同埋數據技術不斷優化，帶動智能駕駛應用嘅發展。根據國際汽車工程師學會 SAE 嘅分類，自動化程度由人類駕駛員完全控制到汽車可自主行駛，合共可分為6個等級。以目前市場上嘅主流技術為 L2 級。譬如特斯拉咁樣，咁其實佢都自己研發咗一套嘅 FSD 嘅系統啦。咁其實全名就係 Full Self Driving 啦，咁就係一個全自動駕駛啦。咁其實變相咧有佢帶頭嘅時候，咁有啲獨角獸咧，慢慢都爭住係喺唔同嘅市場上面上市嘅。好多唔同嘅一啲中國嘅車嘅公司啦，咁其實都慢慢都有研發自己嘅一啲智能駕駛啊，又或者無人駕駛嘅一啲系統或者軟件。咁但係咧，其實佢哋用嗰個技術咧，就未必係沿用咗特斯拉嗰套嘅 FSD 嘅。咁可能佢哋會用一啲第二啲嘅一啲比較廣泛嘅技術啦，譬如用一啲激光雷達等等嘅。有分析認為，自2015年美國電動車廠商特斯拉推出自動駕駛功能系統，加上多年政策嘅支持，投資者對行業憧憬持續升溫，成為智能駕駛發展嘅關鍵。即係白宮咁樣啦，代特朗普白宮啦，咁你 set 咗一個咧係比較寬鬆嘅所謂依據嘅守則。咁而家個守則咧又唔係一個係正式嘅係所謂法律嚟嘅喎，某程度上。咁然後咧就叫嗰啲係聯邦嘅係地方嘅政府咧，然後跟住即係自己去跟啦咁樣嘅。咁啊整體嗰個管治係比較係零碎化。咁你一執行力度鬆散嗰時咧，你又變咗唔係話一個國家好似全力地係咁樣進行一個推行。如果你講技術同埋講緊佢嘅監管方面，如果based on呢兩個考量嘅話咧，咁我會覺得其實中美都應該要投資，就因為中國咧其實佢喺無人駕駛方面嘅監管啦，佢係最主要係由中央政府去主導嘅。如果有啲係擔心，美國本身嗰個監管會唔會太嚴咧？又或者會唔會係阻礙咗某一啲公司嘅一啲測試啊，或者商業化，令到佢哋嗰個盈利嘅能見度係會即係低咗咧？咁變相其實亦都係可以投資喺中國。咁我哋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取長補短嘅方法。智能駕駛概念涵蓋車輛製造、晶片、軟件、雷達等領域。有研究顯示，全球自動駕駛汽車市場規模喺2022年達到15000億美元，預計由2023至2030年期內嘅複合年增長率超過30%。喺港股市場，相關嘅股份近年亦備受追捧。如果你話較為有一個全面啲，係可以去智能發展，真係擁有一個最核心嗰個優勢嘅咧，一個數據上嘅優勢咧，相信就係百度。佢本身係已經係有地圖，有咁多年嘅一個即係所謂數據呢方面嗰個掌控啦，能夠衝破140蚊嘅阻力嘅，必定係要係兩大範疇喺 AI 嗰方面有一個大嘅突破嘅一個消息。另一個就係喺嗰個智能駕駛、無人駕駛嗰方面，亦都係有冇一個大嘅突破啦。地平線機械人真正嘅係所謂嘅業務唔係機械人，而係自動駕駛芯片嘅解決方案。而家中國政府都好着重於國產化嗰個所謂嘅 concept 同埋去實現。咁因此我會覺得地平線機械人嗰個市佔率係有機會係會越推越高咯。佢個營收複式增長其實好低神嘅呢個，每年複式都差唔多去到起碼4至50% 複式嗰個增長。分析認為，除咗涉及晶片、雷達等業務嘅公司，亦可以留意部分涉及汽車生產業務嘅公司，例如比亞迪同特斯拉嘅投資機遇。咁當然比亞迪咧，對比起其他嘅一啲同齊嘅一啲公司咧，可能技術方面冇咁好嘅，但係因為佢本身喺呢個自動或者一個電動車啦，嗰個嘅市場份額係最多嘅。佢旗下嘅一啲規模性嘅優勢啦，係可以令到一啲自動駕駛嘅技術咧，嗰個嘅滲透率咧係可以逐漸推進嘅。咁我哋覺得特斯拉都係一個幾值得投資嘅一個公司嚟。
但係其實如果喺估值層面上面啦，你見到特斯拉咧，其實而家嗰個嘅遠期市盈率咧已經係超過咗200倍㗎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當佢係電動車嘅話咧，咁當然啦，佢完全係已經超越晒合理範圍。你一定要做一啲風險上面嘅分散咯。作為新興產業，智能駕駛技術創新之餘，政策消息等嘅不確定性，亦導致市場較為波動。投資者都需要注意相關風險。萬一喺嗰個股價嗰方面係低於你嗰個整體嗰個平均入市價10%至到15%咧，咁因應翻每人嗰個財務嗰個承受能力啊、風險承受意欲啊，咁去到定呢到底10%止蝕啦，或者15%止蝕啦。如果風險胃納程度高啲嘅，又或者一啲投資者佢係比較熟悉某一啲嘅公司或者一啲自動駕駛相關嘅股票嘅話，咁當然嗰個比例上面咧喺股票係可以擺多啲嘅。咁但係作為一個資產配置嘅角度啦，咁當然我哋會覺得咧，其實 ETF 又好，股票都好咧，其實都可以有一定嘅份額咯。如果對智能駕駛嘅個股表現唔熟悉，但又想捕捉行業嘅增長潛力，分析建議投資者都可以留意相關嘅 ETF。咁一條就係 SolarActive 嘅自動駕駛啦與電動車指數啦，其實佢係喺美國嗰度上市啦。咁同埋咧，其實佢投資嘅公司咧，一部分係自動駕駛啦，而另一部分咧，其實可能係一啲資訊科技啊或者其他一啲相關行業嘅公司。而睇到佢10大嘅持股啦，其實都包含咗譬如特斯拉啊，或者Waymo 啊，係啦，即係做無人駕駛的士啊。咁佢嘅母公司就係 Alphabet 啦，係啦，又或者其他嘅一啲公司，譬如係英偉達啊，或者微軟等等。咁我哋覺得投資者如果睇好美國嘅自動駕駛板塊嘅話，其實都可以考慮。有一隻嘅係自動駕駛加機械人嘅，我哋叫高新科技嘅概念嘅 ETF 咧，佢個曲咧就叫做 ARKQ。但係呢個公司要注意咧，自動駕駛咧就係佔咗佢一部分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個 momentum 上邊啦，或者喺部分嘅自動駕駛 concept 裏邊咧係值得留意嘅呢個。